各位鹽粉，你哋好午安，我哋中意嘅 Gigi 又有新聞啊！估唔到呢個新聞標題係咁爆炸喎，發生咩事呢？點爆發呢？大家聽下，就係 Gigi 嚴明熙鏈頸虐貓問號啊，虐待啲貓問號嘅，本尊急發誓澄清。嚇得我啊！Gigi 原來即刻澄清咗嘅，咁都好啲。答案就係 Gigi 懷疑虐貓事件呢，就係因為 Gigi 喺 IG 大概喺2026年6月30度鋪咗張相，就係幫隻貓拗痕啊！咁啱呢，就係拗到隻貓嘅頸位啫，所以呢，就懷疑虐貓呢個事件就係咁嘅啫吓，冇乜特別嘢噶。OK，咁即係話個新聞標題誇張咗咯，唔誇張你點會睇啊？係咪先？冇錯啦，就係咁嘅啫。加上 Gigi 咁愛貓啊，點會虐貓啊？講你都唔信，打死個星斗更加唔會信啦，明唔明白？OK， 睇完呢個咁火爆吸睛嘅懷疑虐貓標題之後，內文就係Gigi近日為演唱會啊，即係同衛蘭嗰個演唱會啊，積極彩排嘅佢啊，在未能跟歌迷見面之前，就透過社交網嘅隻 IG 啦，分享近況。明白啊，我哋知道 Gigi 好忙啊，佢講到就話，相信因為工作關係要經常中港兩邊走關係，原來忙到要中港兩邊走咁忙嘅，原來 Gigi，所以他上載了搭車時啊，咁啊即係搭高鐵啊，咁 Gigi 就笑言就講啦。近月呢，和高鐵做咗朋友，同時亦有意外收穫，可趁機放鬆。Gigi再坐喺高鐵車廂望出邊嘅風景，就講到做嘢做耐咗，記得望向窗外嘅綠色啊，邁向健康人生。我個腦長期撈定緊。我星頭啊，真係覺得 Gigi 講嘢好 Q 好得意噶吓。咁啊，第一就係話同高鐵做咗朋友，哇咁犀利，坐高鐵又做朋友。OK， 下次坐電單車又同電單車做朋友，坐單車又同單車做朋友。哇，遲啲坐埋潛水艇又同潛水艇做朋友啦，可想而知，估都估到啦。你話係咪 cute 啊？過癮啦，大佬。第二樣嘢啊，佢仲提你啊，即係望景嗰陣時啊，Gigi就提你啦，記得望窗外嘅綠色啊，大佬一定望綠色嘢噶吓，望下啲 building 啊嘅啲嘢唔得噶，河畔啊、天空啊、白雲嗰啲唔得噶，係要望綠色嘢。即係其實綠色即係樹啊，即係咧邁向點啊？健康人生，佢教你做一個健康嘅人生啊，兩隻眼咧可以望啲綠色嘢，好健康噶咁樣，哇！可以睇到咧，之前鋪嘢好有意思噶，關心你眼睛嘅健康，唔望綠色嘢啦吓，因為對你嘅眼睛好好。冇錯啦，即刻俾晒你望綠色嘢對眼睛好嘅長知識，大家多謝Gigi百忙中都教識我哋望綠色嘢對眼睛好啊。OK， 咁呢啲忙中教你嘢嘅總結就係Gigi百忙中都教你嘢，呢個Gigi值得你去支持。再睇下呢個報道又講Gigi啲乜嘢？另外Gigi又分享玩貓相，玩貓相嚟嘅。不過照片中他看似用力捏住貓條頸咁啊，所以他強調只是幫貓拗痕。明白。咁啊，Gigi講啦，我真係發誓，我幫佢呢拗緊下巴，佢亦都好舒服，唔肯走。我絕對唔係虐貓。冇錯啦，Gigi急發誓澄清，我唔係虐貓啊，我係玩貓啊，玩貓原來你要拗頸嘅，明白嘅。我細個都養過貓啊，真係拗嗰啲貓條頸咧，佢真係好舒服，唔肯走嘅，明白晒咁樣。但係咧講到咧，有網民即刻同Gigi講啦，就話諗多咗啦，咁啊，皆因佢係出名嘅貓奴，話Gigi係貓佬，即係貓奴之咁啊，然家中飼養咗鹽三料，個鹽三料係個貓名嚟噶，咁啊。鹽柱都係貓名嚟噶，鹽三料同埋鹽柱兩隻貓。網民再護住Gigi就話：哇，Gigi欺凌貓，一定冇人信，我都唔信，我星斗都唔信。話時話呢個網民做咩咁護住Gigi啊？我都未出片，你又護住Gigi，好做得好，護得好。你護衛完之後，到我出片護衛一樣得。我哋兩個都護衛Gigi，護得好，讚我哋。總之放心啦，Gigi係貓奴吓，有鹽三料同埋鹽柱兩隻靚貓咧，所以話Gigi咧虐待貓冇可能，絕對冇可能啊！大家知唔知道？一定要好清楚呢一點嘅，知唔知道？呢點就係Gigi同佢拗痕啊，搞到隻貓舒服到唔捨得走，就係咁簡單，無謂諗多，因為拗到貓笑呵呵就係咁。
終於等到啦，又知唔知大家睇開我會講咩啊？我哋都好想做嗰隻貓啊，拗我哋條頸啦，我哋扮貓貓先咁樣，哇，咁就真係正啦 ，OK？我哋咁樣扮貓呢，我哋個名就叫做扮貓奴啊！之前就貓奴，我哋就係扮貓奴，等佢拗我哋條頸，哇，真係正！諗起都 happy 啊！所以周星馳講得啱嘅，人冇夢想同鹹魚冇分別啊！所以我哋都好想扮貓，有夢想就係扮貓嚇，扮 Gigi 嗰啲貓咁樣，夢想嚟嘅。OK， 又多謝周星馳同埋 Gigi 啦。OK， 哇，講開周星馳少林女足，大家睇咗未啊？啊，突然間諗到，如果有個第三女主角揾咗 Gigi 做啊，哇，咁就票房唔單止幾多億啦，直頭 double 啊！我自己覺得啦，我識得覺得啦，犀利啊！嫌貓射球，哇！嫌三料三角短傳同埋絕招閻柱倒掛金鈎，哇，勁啊！噱頭真係勁到爆，有埋 Gigi OK， 同埋絕招名我都諗埋啦，創意無限 Gigi 冇得頂。OK， 今集 Gigi 虐貓小報道又完結啦。本台今集又好好俾埋呢個懷疑 Gigi 虐貓過癮標題嘅封面俾大家，跟住長講11幅圖啊，報道就講咗2幅圖嘅啫。第一幅冇錯啦，呢幅頭先報道講晒啦，就話做嘢做耐咗，記得望向窗外嘅綠色，邁向健康人生。冇錯啦，呢幅就係話咩啊？呢個月同高鐵做咗朋友，就係呢一幅啦。留意 Gigi 好過癮嘅喎，影到隻眼球嘅啫，因為佢要騰出空位，影到出邊個高鐵俾你睇啊！第3幅仲過癮啊！佢留言就話唔知大家有冇發現我對鞋有隻錶問號？我呢放大咗就蒙蒙地，係咪錶啊？啊係錶啊！之前話錶就係錶 ，OK。總之我升斗就話佢話係鹿就係鹿，佢話有馬我就話有馬，唔係指鹿為馬，最緊要我聽話，我才只好支持 Gigi嘅。呢幅又點啊？佢就話啦，用石子接咗個紙殼啊，隨機抽咗呢一名幸運同事擁有咗佢啊，保護佢啦。同時只可以話呢名同事真係幸運啊，擁有呢Gigi接嘅紙殼。呢幅又點呢？4個字，再見6月。再嚟就係報道講到嘅阿個佬長期撈定緊就係呢幅啦。哇，使乜咁 Q 啊？男粉小心啦，小心啲咩啊？爆鼻血啊！睇完 Gigi Q 到就嚟爆鼻血呢，到呢幅又點啊？ Gigi 就講啦，我翻咗嚟香港啦，又唔記得帶件衫走啊，次次都留低一樣嘢，明明每次出門口都檢查過晒，諗起嗰條片。呢度 Gigi 講到呢，翻到嚟香港啦，先至發現呢，明明檢查過所有嘅行李，都留低咗一件衫冇帶到翻嚟，咁過癮。咁佢話睇翻條片，應該呢就係佢之前影到呢，見唔見到啊？個衣櫃勾住嗰件衫，我覺得就係應該就係嗰件衫啦。OK， 哇，咁就過癮啦！就咁聽，應該 Gigi係咪每件衫都影段 video 嘅呢？吓，咁樣唔見咗又可以睇翻，哇！我理解到就係咁啦。咁樣除咗愛貓之人，應該都係愛衫之人喎。如果證實到佢件衫都影段 video 作記錄，呢幅圖嘅總結就係，總之佢唔捨得呢件衫都唔見咗啊，冇帶翻嚟哦。到呢幅側面又係點嘅呢？佢就話不同角度製造不同面孔 ，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， 即係一次又一次。總之我哋唔理你幾多次啦，你鋪乜啊，鋪幾多次我哋都 like， 即係 again and again， 一次又一次咁 like 你，支持你。到呢個個人啊，之前鋪咗個星之卡比，係咪星之卡比？唔係星星嚟嘅啫。咁呢，佢寫到就話揾邊位問號，哇！真係過癮到爆。睇唔睇到啊？星星左手攞住個電話，原來呢，之前就幫佢配音就話揾邊位啊，配音員都做埋，真係配音師都做埋，真係犀利到爆。多才都係配音啫咁啊！下一幅終於就係報道起咗嗰個虐貓圖、鏈頸圖啊，鏈住貓貓頸咁啊！頭先解晒噶啦。呢段文字之前寫到我真係忽視，我幫佢勾緊下巴，佢亦都好舒服唔肯走。我絕對唔係虐待貓貓，因為我覺得有啲似啊！我忽視，哇！白色字就係我喺度幫佢勾緊下巴，細心留意個貓樣，佢冇痛感噶，係好舒服嗰個咁嘅貓樣。你又好啦，貓貓，用 Gigi 同你勾下巴，仲舒服到唔捨得走添啊！真係做貓好過做人啊！呢幅又點啊？Gigi話深情對望定係蠱惑嘅對望？我哋即將搞一場大事件。
咩事件呢？我好想知啊，但係之前冇下文，唔知道啦。OK， 係咪為隻貓貓食麵呢？即係貓貓食貓麵哦，咁樣。再講翻呢，之前嘅眼神就係深情嘅眼神嚟嘅，佢愛貓嘛，我睇到係咁啦。咁嗰啲隻黑貓望住之前對眼呢，係有啲咕咕滑滑，貓心唔知盤算緊啲乜嘢啦。所以有云人心難測，貓心更難測。梗係測唔到啦，你都唔係貓，你係人啊嘛，明唔明 ？OK， 玩句爛 get 啫咁啊！之前都咁過癮，搞咁多嘢出嚟啦啊！show 咗11幅圖，氹大家開心，非常之欣賞支持。之後再有支持嘅新聞，再為大家報道。今集又去到呢度先啦，下集見啦，拜拜。